台语文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摆一字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字就是体。咱常常讲体换，这个体就换的意思。另外，这个体嘛有为的意思，像讲我替你足欢喜，就会当讲是我为你足欢喜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交替，交替一个意思就是交换代替。另外，搁一个民间的意思是讲阴死的冤魂伫咧找替身，安尼才会当去投胎转世。因为烦恼共一个所在，有可能有人发生意外，民间就常讲掠交替、讨交替。第二个词就是替手，代表讲会当接替代志的人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譬如讲，为着歹互这个所在继续发生掠交替的意外，在地乡亲特别办一场真大场的功德法会。因为时间为头到尾真久，西公的助理特别搁找替手来交替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替供予大家参考。